蔡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，讲到美国芝加哥顶个月发生一桩穿便衫的一个警察呢，说要砸一台轿车来发生冲突，1分钟内开96枪，造成这非洲的驾驶死亡。执法伤过超过前期，搁再引起议论啊。Open the door now! Open the door now! Open the door now! David, shots fired! Shots fired! 红南检的白色旅行车驾驶李德，伫互警方围起来，叫伊开门了后，伊技术性开枪，造成一个警察手骨受伤。现场4个警察嘛随开枪，全力反击。根据警察问责办公室查到公布的初步报告，含警方随身记录器的影片，警方伫41秒内是连续开96枪。李德伫落车了后，都着枪扑倒伫咧涂骹，无搁震动，但是枪声拢无停止。医生病院了后宣告死亡，真实身躯真侪所在拢着枪。警方后壁伫李德车内头前的威胁找到枪支。死者李德是非裔查甫人，今年26岁。伊3月2日因为赛车无绑安全带防难检，难检伊的机动部队警察穿的毋是制服，内面敢若几个人有穿写警察这字的夹仔，因的车嘛无标示是警车。李德的家属质疑讲，警方无清楚标明身份，态度真歹，阁一直扭伊的车门，互李德去惊到，才会造成悲剧。另外，警察连续开要100枪去制服一个人，敢毋执法过当，含警方长期互指控的种族偏见的争议，共款拢是话题。警察问责办公室的初步报告并无结论，目前这案相关的警察拢互停职30天来接受调查。芝加哥市长强森强调讲会查清真相，但绝对会严格审视警方枪击的行为。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。